途經龍華辦事處，啱好內急嘅佢向門口看守嘅保安求救，希望入內借個廁所一用。徵得其中一名保安同意之後，袁女士就行入去，冇諗到啱行咗幾步，另一個高大嘅保安出嚟，惡語相向。拖住我，阿婆，你往哪裡走？我說經過你們同事同意，讓我用一下洗手間，真的很着急。滾蛋！這裡哪裡是你上的洗手間？袁女士表示，比較高嘅保安出言不遜，佢想用手機拍低當時嘅畫面，點知手機被搶，雙方發生言語衝突。比較高嘅保安就叫嚟咗另外3個保安，將佢雙手反綁，就把我從這個大樹下拖到牆角垃圾筐旁邊，叫我2隻腳跪下，氣得要我跪下，再把我的腦袋強行的用力射手拳頭一按下來，按在地上，然後接下來以後，他們就後面用那個鐵皮擋的包裝的那個尼龍帶把我狠狠地捆住。跟住落嚟發生嘅一切超乎袁女士嘅想象，雙手被反綁嘅佢被逼坐喺凳上邊暴曬，4名保安一齊對佢進行人身攻擊。期間袁女士試圖逃離辦事處，前後10次都被捉翻嚟，佢亦都不斷向過往嘅行人同埋車輛求救，可惜均被無視。有接到的值班的車輛經過，跪在他們面前，他們說：如果你再跪下來的話，我們車子從你的人身上開過去，死了以後我們不負責任的。事發半個鐘頭之後，可能有路人報警，巡防隊員趕到現場，袁女士先至得以脫身。佢要求查看監控視頻，卻被告知部分視頻已經消失。隨後由龍華街道辦出面協調雙方解決此事。袁女士提出要當時4名保安各自捐款1000蚊俾慈善機構，對方亦都答應咗。不過隔日，亦就係6月1號，街道辦突然改變講法。他說不處理了，我們不知道你是不是來騙錢的，說話特別不禮貌，特別不文明。嗱，袁女士只不過係想借個廁所嚟方便一下，點解會發生咁無厘頭嘅衝突嘅呢？事情嘅經過到底係點樣嘅呢？室內能抽煙嗎？你們這是政府單位還是什麼單位啊？來。今下晝，民生記者嚟到龍華辦事處門口保安室嘅4名保安見到記者嚟訪，竟然攞出咗自備嘅攝像機。來對路，他們很兇的，讓你也上。這個平時蠻橫慣了，是吧？隨後，龍華辦事處武裝部嘅一名負責人趕到，佢解釋話：事發當日，袁女士前來借廁所，隊員曾建議去到旁邊嘅公園或者係商場，但係袁女士並唔聽勸，想強行入到辦事處。後面就一直辱罵我們隊員，在這個過程當中，後面袁女士強行進去了，我們隊員就攔住她了。袁女士對我們隊員進行這個腳踢抓傷，後面隊員把袁女士控制在那個就是大門那個感情那個地方。佢否認隊員將袁女士放置喺烈日底下暴曬，但承認有捆綁。就把她的手控住了，這個我們也。怎麼捆住的？就是綁住這樣。你沒讓她跪下來？沒有，就是她。那個袁女士說是有跪下來。就是她坐在那個旁邊那個椅子上。他們可以拒絕我，但是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捆綁、暴打、暴曬我半個小時。記者了解到，根據深圳市公共廁所管理辦法，機關單位所配建嘅廁所應當免費對公眾開放。龍華辦事處武裝部嘅呢名負責人表示清楚呢一項規定，不過佢仲係建議市民前往周邊其他公廁。也不是說不開放，就是我們也開放，但是呢，我們進來都要登記。民生記者隨後嚟到龍城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員表示，辦案民警休假，冇辦法查看監控視頻，案件正在進一步嘅調查當中，冇辦法提供更多嘅細節。民生記者報道。嗱，邊個都估唔到啊嚇！諗住喺辦事處裏邊借用個廁所，竟然係一件咁難嘅事。甚至到咗今日，龍華辦事處嘅相關工作人員啦，仍然係對住記者回應話到，建議最好係去隔離嘅地方用廁所。嗱，我就唔知啦，借用廁所到底係幾咁大嘅一件事，好麻煩你咩？今日飛都有睇到。人民政府為人民呢句話耳熟能詳，喺我哋嘅理解入邊，作為政府機關為民提供方便，當仁不讓，理所當然。辦事處本來就係替老百姓服務嘅場所，冇咩見唔得人嘅嘢㗎。借用一下廁所，至於對一個女人動粗咩？
面對記者採訪，保安態度如此惡劣，而龍華辦事處嘅相關人員居然口口聲聲話到最好去旁邊嘅地方用廁所啦。咁可見涉事保安相關工作人員素質之低，保安隊伍素質點樣，體現嘅係用人單位嘅管理水平同埋服務水平。保安損害咗自己嘅形象，或者係事小損害咗政府嘅公信力，咁就事大啦。我哋嘅民生記者會對呢一件事持續關注㗎。端午假期接近尾聲，唔少出去玩嘅遊客已經喺返程途中。今日深圳各大口岸嘅通關情況又係點樣嘅呢？